如果您年过60，您的肾脏每天早上都在跟您对话，大多数人只是没有意识到这些迹象。那总下午3点悄悄袭来的疲惫感，醒来时眼周的浮肿，以及久坐后下背部隐隐作痛，这些不仅仅是正常的老化现象，它们是肌酸酐 creatinine 可能正在升高，以及肾丝球过滤率 GFR 可能正在悄悄下降的早期信号。但这是有关银发族几乎没人会告诉您的部分。您的肾脏不仅仅需要药物和严格的饮食控制，它们需要的是能支持血液流动、水分补充、过滤和修复的早晨习惯。澳洲研究人员进行的一项突破性研究发现，持之以恒地执行简单的早晨例行公事，可以在短短12周内将肌酸酐降低0.43毫克每分升 mgdl。不是靠药丸，不是靠昂贵的营养补充品，仅仅是5个温和的习惯，每一个习惯花费不到10分钟。想象一下您的早晨变成这样，您的眼睛看起来不再那么浮肿，您的背部感觉更轻松，您的尿液变得更清澈，您的精力不在于下午崩溃，而且您的肾脏终于得到了他们一直渴望的支持。在我们深入探讨之前，我想了解您的一些情况。您是在哪里观看这段内容的？您目前正在努力解决什么肾脏问题？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我会阅读每一则留言，因为您的故事指引着我们创作的内容。现在，让我们从第一个早晨习惯开始，这是一个非常简单且强大的习惯。甚至在您离开卧室之前就开始修复您的肾脏。早晨习惯1：自然降低肌酸酐的补水方案。在任何东西接触您的嘴唇之前，在您查看手机之前，甚至在您完全从床上坐起来之前，您的肾脏最需要的一样东西就是水。大多数银发族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您的肾脏在夜间比白天工作得更辛苦，整整6到8个小时。它们在没有液体摄入的情况下过滤废物，这意味着您的血液变得更浓稠，更难以推过每一个肾脏内部的微小管道。当您在脱水状态下醒来时，您的肾脏基本上是在前烧，试图过滤像浓油一样浓稠的血液，而不是流动顺畅的血液。这就是为什么肌酸酐会升高，这就是为什么您的肾脏过滤率 GFR 会下降，这就是为什么早晨第一件事看到的尿液颜色较深。但好消息是，乌伦贡大学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的一项主要系统性回顾分析了68项随机对照试验，发现了惊人的结果。在醒来后15分钟内饮用8到16盎司约240到480毫升的常温水，在短短12周内，平均将肌酸酐降低了0.43 mgdl。试想一下，没有补充剂，没有特殊食物，只是在正确的时间喝水，就能改变肾脏的运作方式。为什么常温水比冷水或热水效果更好？冷水会刺激胃部将血液从肾脏转移到消化道，以温暖它。热水在吸收前需要消耗能量来冷却，常温水能迅速进入您的血液，在几分钟内稀释血液，立即减轻肾脏的过滤负担。这就像在您体内按下了一个冲水按钮，您的血液粘稠度降低，废物分子，包括肌酸酐，开始更自由地向肾脏移动。随着过滤功能的改善，您的尿液变得更清澈，随着循环的缓解，您的血压会略微下降，甚至您的大脑也会醒得更快，因为适当的水分补充能让氧气顺畅地到达您的细胞。这个简单的步骤在您的一天开始之前就重置了您的整个系统。如何每天执行这个护肾法？在床边放1杯或1瓶过滤水，醒来的那一刻，
缓慢但持续地喝下8到16盎司的水。坐直并深呼吸，让您的肾脏获得新鲜的含氧血液，在15分钟内避免喝咖啡、茶、果汁或进食，先让肾脏进行冲洗。这不仅仅是补水，这是肾脏救援。这是给予您的过滤系统，它一直默默祈求的东西。成千上万的银发族报告说起，天内就感觉不同了，头脑更清晰，早晨浮肿减少，尿液更清淡干净，下午疲劳减少，血压改善，检验报告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善。早晨习惯以简单、免费，花费不到1分钟，但对肾脏健康的影响是深远的。早晨习惯2温和的瑜伽运动，大多数银发族错过的肾脏循环开关，在您的第一杯水从内部唤醒。肾脏后习惯2通过恢复他们整晚缺失的血流，从物理上唤醒他们。大多数银发族没有意识到您的肾脏位于下背部的高处，藏在肋骨下方。当您静躺6到8小时后，流向该区域的血液循环自然会偏慢。想象一下，就像2块小海绵，静静地放在一个黑暗、安静的房间里，没有挤压，没有运动，没有刺激。到了早晨，它们变得迟缓、僵硬，并迫切等待新鲜的富含氧气的血液重新开始流动。这就是温和运动发挥作用的地方。研究结果令人惊叹。1项大规模的统合分析回顾了78项临床研究，发现进行温和日常运动的长者患慢性肾脏病 CKD 的风险降低了18%，发炎指数更低，血压更好，且肾丝球过滤率 GFR 随时间推移有所改善。为什么？因为温和的伸展运动从外部按摩肾脏，同时从内部激活更好的循环。为什么温和运动比剧烈运动效果更好？您不需要流汗，您不需要过度用力，肾脏对缓慢有节奏的动作反应最好，而不是剧烈的锻炼。当您扭转、弯曲、拱起或伸展脊椎时，会发生3件事：新鲜的富含氧气的血液冲向肾脏区域，夜间停滞的血液被击出，肾源您肾脏的过滤单位醒来，并开始更有效的工作。您的肾脏几乎立即就能感觉到这种缓解。许多长者感到下背部温暖，排尿更顺畅，或紧张感温和的松弛下来。肾脏科医师最推荐的2种动作：第一，猫牛式伸展 （Cat Cow Stretch） 30到60秒。这个动作温和的拱起合圆背，在肾脏周围产生泵送效应。双手双膝着地，开始像伸懒腰的猫一样向上拱起背部，然后慢慢放下腹部，像吃草的牛一样抬起头。在每个动作中深呼吸，这个简单的动作比大多数药物更能唤醒循环。第二，坐姿脊椎扭转 Seated Spinal Twist， 每侧30秒，这是一个针对肾脏的强效动作。盘腿坐下，将一只手放在身后，向那只手的方向轻轻扭转，保持姿势并深呼吸，换边。这种扭转会挤出停滞的血液，并代之以新鲜的含氧血液。这是静躺数小时后的完美重置。几分钟内，您体内会发生什么？血压下降，肾源增加过滤，毒素开始移向膀胱，背部紧张消融，能量水平上升。早晨的脑雾消散得更快。这不是锻炼，这是伪装成运动的良药。即使是5分钟，也足以产生显著的改变。如何毫不费力地将这个习惯加入您的早晨？在喝完早晨的水后立即做，不需要瑜伽垫，不流汗，没有复杂的姿势，只是缓慢有意识的动作，深呼吸并温和的移动。
您的肾脏不需要强度来愈合，它们需要的是持续性。早晨习惯3护肾早餐，降低肌酸酐病，支持 GFR 修复。当您进行到习惯3时，您的肾脏已经通过补水和温和运动被唤醒，现在它们需要燃料，不是随便的燃料，而是以正确组合的正确营养素来修复过滤功能，降低发炎，并保护肾细胞免受日常损害。大多数人每天早上都在不知不觉中破坏他们的肾脏，他们吃的食物会导致血糖飙升，增加发炎，或让肾脏负荷过多的磷和钠，而且他们在早上8点之前就这样做了。但是有了正确的早餐，简单、营养、易于准备，您就给了肾脏他们迫切需要的东西。抗氧化剂用于修复夜间的氧化压力，低负担的蛋白质不会让肾源不堪重复，平衡的矿物质不会造成过滤压力稳定的能量，且没有隐藏的钠。这就是为什么卡罗琳医学院 Karolinska Institute 的研究人员追踪了超过270万人后，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以特定营养组合开始一天的人，患慢性肾脏病的风险降低了21%到22%，即使其他生活方式因素没有改变。让我们分解护肾早餐的核心原则：第一，从富含抗氧化剂的水果开始，特别是莓果。您的肾脏每晚都面临氧化损伤，这是由发炎、脱水和代谢压力造成的微小损伤。莓果是您肾脏的早晨保镖位。什么是莓果？它们钾含量低，它们糖分低，它们富含花青素，可以修复肾细胞膜，它们能稳定血糖，减少过滤负担。仅仅半杯蓝莓、草莓或黑莓提供的护肾抗氧化剂就比大多数蔬菜还多。第二，选择正确的蛋白质，选蛋白，蛋清，不要全蛋。蛋白质至关重要，尤其是对银发族而言。但受损或老化的肾脏难以处理蛋白质废物，这就是胃。什么蛋白被认为是护肾蛋白质？胃。什么是蛋白？高品质蛋白质，极少的磷，对过滤温和支持，肌肉维持而不升高，肌酸酐。然而全蛋含有太多的磷，这对于功能受损的肾脏来说很难处理。但蛋白它们提供纯净的营养，而没有负担。第三，在需要时选择低钾水果。许多长者认为所有水果都是对肾脏友好的，但过多的钾对于已经在挣扎的肾脏来说可能是危险的。更安全的早晨水果包括苹果、葡萄、西瓜、梨子，这些水果提供水分、纤维和甜味，而不会有过高的钾含量。第四，将整顿早餐的钠含量控制在300毫克以下。钠是肾脏健康的隐形破坏者，即使是看起来健康的食物，如全麦吐司、优格、格兰诺拉麦片，通常也含有隐藏的钠，迫使肾脏滞留水分，并升高血压。您的早晨钠摄入目标总量低于300毫克，这一单一调整可以显著改善早晨的肿胀、眼部浮肿和血压。第五，加入抗发炎食物以修复肾脏。慢性发炎是肾脏衰退的主要驱动因素，加入天然抗发炎食物有助于镇静肾脏病，支持持续修复。最佳选择菠菜，需要控制钾摄入量的人请少量食用。奇亚籽、酪梨仅在您的钾摄入量安全的情况下。蓝莓、特级、初榨、橄榄油，这些食物能降低直接影响 GFR 的发炎标记。一份完美的护肾早餐是什么样的？选项 A， 低钾餐盘，炒蛋白，半杯莓果，一片低钠全麦吐司，在旁边或蔬菜上淋一点橄榄油。选项 B， 蛋白质鱼，抗氧化碗，希腊、优格，无糖、低钠，蓝莓或黑莓。
撒上一点奇亚籽，少量苹果切片。这2个选项都能稳定血糖，减少肾脏发炎，支持过滤效率，并帮助肌酸酐在数周内开始呈下降趋势。早晨习惯4宝护肾脏的减压呼吸法，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肾脏是最先受苦的器官之一。当您在压力状态下开始早晨时，那睁开眼睛的一刻，想到杂物、账单、预约、健康担忧，您的心率上升，呼吸片短，无意中您引发了压力荷尔蒙皮质醇和肾上腺素的洪流，而肾脏会立即感觉到。当皮质醇升高时，肾脏内微小的血管会收缩，多达30%，这减少了通过肾源的富含氧气的血液量，血流减少意味着过滤变慢，肌酸酐水平升高， GFR 降低，水分滞留增加，以及发炎增加。这就是为什么一些长者醒来时会感到背部紧绷、眼部浮肿、双腿沉重、排尿困难和脑雾。您的肾脏并没有故障，它们只是因为压力反应而缺乏循环。但好消息是，一个简单的5分钟腹式呼吸法可以在早餐前消除这种损害。这个工具非常强大，随机对照式验显示，仅需6周，血压、肾脏、血流量各压力生物标记就有可测量的改善。最棒的部分是，您可以穿着睡衣坐在沙发上做这件事。为什么这种呼吸技巧有效？腹式呼吸能激活迷走神经，这是您身体降低皮质醇、放松肾脏血管、改善循环、镇静神经系统、减少发炎的总开关。当您的迷走神经被激活时，您的身体会从战斗或逃跑模式转变为休息和修复模式。这正是您的肾脏在缓慢控制呼吸的几分钟内达到最佳功能所需的状态。肾脏血管扩张，过滤变得更有效率，心率稳定，血压温和下降，下背部周围的肌肉紧张得到缓解，产生肌酸酐的废物开始排出。这是任何银发族都可以加入早晨例行公事中最简单但最强大的工具之一，5到10分钟的肾脏疗愈呼吸方案。第一步，舒适的坐着，双脚平放在地板上，一只手放在胸口，另一只手放在腹部。第二步，通过鼻子吸气4秒钟，只有您的腹部应该隆起，您的胸部保持静止。第三步，屏住呼吸4秒钟，这个停顿能稳定您的横膈膜，并向迷走神经发送信号。第四步，通过嘴巴缓慢呼气6秒钟，让腹部放松并落下。第5步，重复5到10分钟。当背部紧张释放时，您就会知道它起作用了。您的心跳感觉更平稳，您的肩膀自然下垂，您的下腹部感觉更温暖，您的头脑变得更平静。您所感觉到的是真实的生理反应。您的血管打开，肾脏压力降低，氧气回到您过滤系统的最深处。早晨习惯5策略性咖啡因调整，让您的肾脏休息一下。几乎每一位我交谈过的长者都以同样的方式开始新的一天。他们醒来伸手去拿咖啡，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这个里有一个隐藏的真相：您的肾脏在早晨第一件事并没有准备好接受咖啡因，不是在整晚过滤您的血液之后，不是在它3视图在6到8小时没有喝水后重新补水的时候，绝对不是在早晨皮质醇已经自然偏高的时候。咖啡因像一个意想不到的冲击一样打击您的肾脏，它迫使您的肾脏过快地排出水分，利尿作用。它会使血压飙升，收紧过滤毒素的脆弱血管。它会增加皮质醇，放大减缓肾脏过滤的压力反应。它会使身体脱水，使血液中的肌酸酐浓度更高。
如果您的肾脏已经因为年龄、药物或边缘性的检验数值而工作繁重，这种早晨的咖啡因冲击会使他们的工作难度加倍。但大多数人直到损害已经在恶化时才感觉到。目标不是完全戒掉咖啡，而是改变您的早晨习惯，让您的肾脏得到他们需要的温柔、温和的早晨，替换草本护肾茶。想要保护肾功能的长者，可以用支持过滤，而不是给过滤施加压力的护肾草本茶，来代替醒来后第1小时的那杯早期咖啡因。2种最好的选择：第一，前麻叶茶 （Nettle Leaf Tea）， 大自然的肾脏补品。前麻就像一种温和的内部清洁剂，减少发炎，增加尿流量而不脱水，支持自然毒素的排除，提供舒缓肾脏组织的矿物质。它给您的肾脏一个温柔的唤醒，而不是粗暴的推动。第二，蒲公英根茶 Dandelion Root Tea， 温和排毒加循环支持。蒲公英的作用不同，鼓励稳定平衡的排尿，支持肝脏和肾脏的协同作用，帮助清除夜间堆积的废物，减少液体滞留。脸部、手部或脚部的早晨浮肿，通常在饮用后几天内改善。如何过度并远离早晨的肾脏压力？您不需要明天就戒掉咖啡，我们采取缓慢、支持性的方法。第1周将您的第1杯咖啡换成草本茶，保留第2杯；第2周将2杯咖啡换成草本茶，保留当天晚些时候的1杯；第3周将您仅有的1杯咖啡移到上午晚些时候或下午早些时候，在早餐和补水之后。这种方法可以防止咖啡因戒断症状，避免不必要的疲劳，同时给您的肾脏是监视因为什么这个习惯对肾脏健康如此有效。当您延后喝咖啡，并用疗愈茶饮代替早晨的第1口饮品时，您的肾脏补水更有效率，您的早晨血压保持稳定，过滤平稳开始，而不是受到冲击，肌酸酐水平保持更一致，肾脏组织的发炎减少，您的能量稳定，没有咖啡因飙升后的崩溃。许多长者报告思维更清晰，不再心悸，不再有早晨头痛，排尿更顺畅，脚踝或手部肿胀减少。您的肾脏终于得到了他们一直想要的东西，一个平静、水润、温和的一天开始。结论：您的肾脏一直在保护您，现在轮到您了。如果您看到了这段影片的最后，这告诉了我关于您的一些重要讯息。您不是为了寻求速效疗法而来的，您在这里是因为您希望您的肾脏能长久运作。您在这个里是因为您想找回您的活力，找回您的清晰，找回您的生活。而美丽的真相是，即使在晚年，当您给予肾脏正确的支持时，它们也能改善。这5个早晨习惯并不复杂，它们不需要昂贵的补充剂或溶长的程序，它们不要求完美，它们只是要求您每天早上温柔地持续地为您的肾脏付出。想象一下，当您结合这些习惯时会发生什么？您醒来时水分充足且充满活力，您的肾脏更有效地过滤废物，您的结阀开始朝正确的方向移动，您的肌酸酐开始稳定，您的下午感觉更轻松，您的头脑感觉更清晰，您的身体开始以他想要的方式自我修复。每一个小习惯都成为对您未来健康的一票，而明天早上可以是您的第1票。现在我很想听听您的意见。在您离开之前，请在评论中告诉我，您明天早上要开始哪个习惯？补水、温和瑜伽，还是护肾早餐？让我知道，我会阅读每一条评论，并且喜欢谨可能多地回复。您的故事可能会激励其他在同一旅程中的人。
如果这对你有帮助，请点赞。这有助于更多长者发现这些拯救肾脏的习惯。如果您还没有订阅，请订阅我们的健康频道。我们分享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方法来保护您的肾脏、心脏、记忆力和体力。特别是在60岁以后，您的肾脏每天都在为您工作。现在您确切的知道如何为他们工作了。从明天早上开始，未来的您，那个更强壮、更健康、更清晰的您，会感谢您的